睇見係咪流口水呢？鮑魚龍蝦超新鮮，牛牛鮮手切汕頭牛肉火鍋放題，紅酒白酒任飲。有 A、B、C 餐，大家可以任揀一個。嚟到旺角瓊華中心樓上，今次上9樓食牛牛鮮，入到去攞返個靚位先。今日叫咗個 A 餐，龍蝦海鮮拼盤汕頭牛肉放題。呢個牛牛拼盤一行出嚟，哇，真係幾有睇頭，好吸睛啊！唔單止吸睛，仲係味道非常之唔錯。我最中意食。中意食牛肉嘅呢，你絕對要嚟試啊！你最中意食？乜嘢啊？而且佢個汕頭牛肉超長時間，150分鐘放題。啲牛肉名稱都列得清清楚楚喎。如果唔食海鮮嘅，仲有 B 餐同 C 餐選擇㗎。海鮮拼盤每人呢有半隻活龍蝦、聖子、扇貝、鮑魚、筒蠔各一，海蝦每人有2隻，龍等肉有1件，沙白就有2隻。海鮮新鮮，仲有少少熟食。佢唔單止有啤酒任飲喎，仲有紅酒同白酒喎。響7點9之前離座，同8點半之後入座係平少少嘅，都平到50蚊。60歲長者嚟食就好抵啦，原價380可以變到280喎。潮汕炸雞翼，汕頭牛牛係主題，聖子呢一下就熟㗎啦。龍蝦夠新鮮，啲龍躉肉都唔止1人1件喎。龍蝦㗎啦噃。呢半隻龍蝦都幾有份量㗎。啊，呢個最大隻喎，重啲喎呢隻。食手襪，咁啊食雞翼。俾埋手襪你食雞翼，夠貼心。醬料區都超過10種台式醬料喎。自助吧係亮點之一，好多菜啊！鍾意食素嘅都好多選擇。招牌手切牛肉。餃子我今日食唔到啊！你聽，我真係睇嘅啫，真係睇嗰檔食到嚟啊！睇自助區飲嘢，有一樣嘢講啊，講介紹下先得。唔單止啤酒、紅酒同白酒任飲，隻杯仲要雪凍咗。唔飲酒都可以用個杯嚟飲可樂。底又有豆腐、芝麻。不過今日啲甜品我就覺得少咗啲。係一豆腐。芝麻糊香豆腐雪糕，不妨嚟試下，尤其是60歲平100蚊，早啲嚟食或者夜啲嚟食都平到50蚊嘅。